大家好我人是做这普罗180个店吼，我人是专做现煮的清汤冻面。我的成立呢是2020年吼，来到马路呢是5年几了咯。我两母呢就来么是细汉都出外都工是专做食的生意咯。5年来呢生意经营起来无简单么呐。我个在我翁是食骨力去拼，然后弟改变，然后越做越好势，然后我的这个工人个了，我真正乖啦，然后对头家用心咯。我到普罗整理，教着讲真济拄着是我的老乡同乡们个了，我们支持我人啦。我人的湖，我人的海个了呢，是大这普罗为大海个了，掠对来个了是很煮很起起个了啦，骨头龟胶巴啦，有炸还是爱起煮个了有咯。海锅巴，我人们是快济人食啦，很炸海锅巴。这是我马路主食最出名的一味咯。连个我的冻面，然后加清汤，个了是大骨熬制出来咯，超过14点钟都熬出来的汤头来。料理呢，我人是有60几项的料好乱拣咯，煎炸小吃要食济项有当拣啦。不来上马路呢，有来个酱料呢是鱼腐咯，应该是真济人有揣着阮啦，是食袂歹咯。连接落来呢，我人过来开张是牛肉炒米粉咯，还是大海米粉，拢来使来揣换咯。